随望这山区雨还佫伫咧落，不过这溪水的水位明显降低。第23六股段的搜救行动31下晡继续进行，到3点为止呢，也无传出有新的发现。这失踪驾驶的家属也对花莲赶来到事故现场关心，希望会当赶紧找到这失踪的民众。 失踪驾驶的亲人看看行入宝来消防军队，因为心中也阁抱着希望。驾驶的阿母甲兄弟姊妹对花莲来到六股，准备要去事故现场关心，希望透过因的呼叫，会当赶紧找到失踪的人。家属讲，因为后生工课伫高雄，新妇是桃园人，所以久久才登去花莲一摆。最近一摆团圆已经是过年的时阵啊。小的我们都还没，也不晓得他的名字，还没取名。 就是最少的这个有取名字了，他们有相片是有，我们的赖那他有传给我看。早起的搜救有发现完整的汽车车体，但因为骨头甲石头大受侵，下晡消防人员持续针对车体进行开挖，考虑到车出来了后，人可能会游出去，再加上附近有找到大人囡仔的衫，现在嘛按算要出动搜救犬到找找，望会当有新的发现。跌落的时候有3人可能会弹出去的附近。 请搜救犬帮我们去在还有通过他的嗅觉没有办法遗失的几个点。除了持续进行搜救以外，公路局也伫下昼抢通第23六股段79公里的防立。公部门的车队也是载着满满的物资，包括药品、罐头、泡面、牛奶粉、肉珠啊等等。送去已经交通中断几落天的桃园区，看到车队之外，不少民众拢来倒搬物件。民众望雨会当卖过落啊。外面的家人都会担心我们这边的状况，这样子。 等一下想先领食物，对，大概就是大概食物类的都比较多。因为气象署预估高雄地区到初五进前随时会变大雨，因此市府也持续针对宝来甲桃园的警戒区进行预防撤离。到初五为止，大约800几个民众拢爱撤离到收容所，也是去亲戚朋友遐照大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记者郭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。